后来乡亲啊，咱继续要来讲，昨的台湾零确诊，无来增加着确诊的病例，大大鼓舞着全国的医护人员甲民众的士气。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嘛特别选伫今仔日妈祖生到台中大甲镇南宫去拜拜，请妈祖着保庇，互疫情赶紧过去。嘛感谢镇南宫全力配合防疫，甲辽警来延期。 指挥官陈时中，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一透早来到台中大甲镇南宫拜拜。安清飘甲郑明坤两个人就徛伫陈时中的两边边，所有人拢挂嘴烟，庙方嘛配合管制。拜妈祖的时，庙内的人数无超过100个人。参拜完了后，陈时中就到边仔办公室休息开讲。选伫妈祖生日这天，特别落南来拜拜，就是要祈求疫情赶紧平息，而且嘛感谢大家镇南宫配合防疫。 绕境的苦销，足感谢这董事长的带头的作用，捐一个3000万给阮，足多谢。希望伫妈祖的保庇之下，咱的社会当愈来愈好。昨14台湾疫情的确诊的好消息，陈时中特别感谢全国医护人员甲民众的配合。今麦个咧努力期，渐渐进入观察期啦。好，若看这疫情台湾稳会调，他来考虑安怎来振兴。 所以目前并无这个时间表，大家小心来一下。陈时中嘛被问到万行阿弟不管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伫记者会大嘛台湾3分钟，无款伫纽约时报头版登广告 ，WHO 发声明反击，陈时中并无回应。